Hello，大家好啊，我是 Lady JJ。今日呢，我想同大家一齊學下點樣用日文去估一啲會發生嘅事。冇錯，就係日文嘅將來時態啦。Ready 未呀？譬如話，你想估下聽日場播邊隊會贏，又或者某個潮聲會唔會出場？學完今日呢堂課，你就會識得點樣講噶啦。好，廢話唔多講，我哋即刻開始啦。OK，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如果你估一件事大概會發生，可以怎麼樣講？噔噔噔，呢條就係我哋嘅魔法公式啦。其實真係好簡單㗎咋，你只要將個動詞嘅基本形，即係你平時查字典見到過嘅樣，然後喺後面直接加個だろう或者でしょう，咁就搞掂㗎啦。好，我哋即刻睇個例子啦。今日の野球の試合はエンゼルスが勝つでしょう。呢佢哋意思就係今日呢場棒球賽，天使隊應該會贏㗎。我哋一齊猜計下。首先，今日の野球の試合は就係講緊關於今日場棒球賽呢個主題。跟住エンゼルスが就係主語天使隊，動詞勝つ即係贏，最後加埋我哋今日嘅主角でしょう就係用來表達大概會呢個估計，係咪好清晰易明呢？咁你就會問，だろう同でしょう有咩分別？幾時用邊個呢？嗱，關鍵就喺個禮貌程度度啦。だろう係普通型，即係你同啲 friend、屋企人傾偈嗰陣用就得；而でしょう就係丁型型。講得白啲就係有禮貌啲嘅講法，所以喺啲正式場合或者同啲唔識好識嘅人講嘢嗰陣用呢個就最穩陣啦。OK， 學士做了怎樣估會發生？跟調反轉，如果我們想估一件事大概不會發生的，又應該點講呢？喺我哋估否定嘅結果之前，有個好重要嘅第一步，就係要將個動詞轉做佢嘅否定型。舉個例，投げる即係投球，佢嘅否定型就係投げない，意思即係唔投球。啲腿啊，當你知道咗點樣轉否定型之後，條公式其實同頭先肯定句嗰條差唔多㗎咋，就係將動詞嘅否定型擺喺前面，後面一樣係加返だろう或者でしょう。我哋再睇多個例子啦。大谷翔平話明日の野球の試合で投げないだろう，呢句就係話大谷翔平喺今日場棒球賽大概唔會投球啦。成句嘅結構就係大谷翔平喺主語明日の野球の試合で講緊個場合，跟住投げない就係我哋頭先講嘅動詞否定型，最後加個だろう嚟做推測。簡單嚟講呢，就係將你估唔會做嗰樣嘢嘅動詞轉做否定，再加だろう就得嘅啦。講完肯定句同否定句，咁如果你想問人哋點睇，將你嘅估計變成一條問題，又可以點做呢？放心，粗斥簡單。基本上得兩個 step。第一，攞返嚟佢肯定句出嚟，例如頭先嗰句 Angels got cut the show。第二步就係喺成句嘢最尾加一個問問題用嘅助詞 cut， 一加咗呢，成句嘢就即刻變咗做一條問題噶啦。成句就會變成咁，今日の野球の試合はエンゼルスが勝つでしょうか？意思就係問今日呢場棒球賽，你估天使隊會唔會贏呢？係咪真係一啲都唔難呢？好，嚟到呢度，等我俾多個小貼士大家。其實呢，日文有一個更加簡單直接嘅方法去講未來會發生嘅事。呢個重點真係要擘大啊！就係當你講緊一個未來嘅計劃，或者係一件你幾乎肯定會發生嘅事嗰陣，你根本都唔使用頭先學嗰啲推測句式，你只要直接用返現在式就已經表達得噶啦。例如呢句子，私は明日家族で魚釣りに出かけます，意思係我聽日會同屋企人去釣魚。你留意下句尾個出かけます雖然係現在式嘅 must form， 但係因為句子裏面有明日呢個講緊將來嘅時間詞，所以成句嘢就好自然咁表達緊未來嘅計劃。呢個方法真係又快又方便。好，話咁快又差唔多到尾聲啦。
我哋不如開快手重溫一下今日學過嘅重點啦。今日嘅重點其實得4樣。第一，歌會發聲就用動詞支點形加嗲做。第二，歌會唔會發聲就用動詞否定形加嗲做。第三，想問問題就喺句尾加個卡。最後記得個超實用貼士，如果係講肯定嘅未來計劃，直接用現在式就 OK 噶啦。咁學識咗之後，下次同朋友傾偈，你會點樣用今日學到嘅嘢去估下聽日嘅天氣呢？例如聽日會唔會落雨啊？不妨而家就即刻用日文喺個腦度諗下點講啦。好，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